小三常識科，世界名勝。以下問題共有4個答案選擇，請選出名勝景點位於哪個國家？金字塔是哪個國家的名勝 ？A. 法國 B. 巴西 C. 埃及 D. 中國。正確答案係 C. 埃及。魚尾獅是哪個國家的名勝 ？A. 澳洲 B. 馬來西亞 C. 中國 D. 新加坡。正確答案係 D. 新加坡。大英博物館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法國 B. 英國 C. 巴西 D. 新加坡。正確答案係 B. 英國。泰姬陵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韓國 B. 馬來西亞 C. 泰國 D. 印度。正確答案係 D. 印度。兵馬俑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中國 B. 法國 C. 埃及 D. 新西蘭。正確答案係 A. 中國。悉尼歌劇院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中國 B. 澳洲 C. 意大利 D. 新西蘭。正確答案係 B. 澳洲。耶穌像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美國 B. 英國 C. 巴西 D. 新加坡。正確答案係 C. 巴西。雙子塔係邊個國家嘅名勝 ？A. 日本 B. 馬來西亞 C. 泰國 D. 新西蘭。正確答案係 B. 馬來西亞。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